哇！呢個鐵絲網咧有啲野菊花啊，就睇下係點樣樣嘅先。其實個形態都好靚㗎喎嚇。你睇到呢架蘋果電腦嗰個鏡頭嘅細膩程度啊，一鏡過嘅而家。咦，頭先呢個伯喺度行過，而家行呢個公園咧，我姑且叫佢做猛鬼公園。兩次我見過2次，日頭見鬼喺呢個公園。冇話唔得人驚，白日見鬼啊，真係最恐怖嘅。今年年頭都見過一次，喺度做下嘢喎。突然間，咦？屋嗰個主人返嚟喎，咁樣諗住同我打招呼啊。再定神一睇，咦？唔見咗喎，咁樣。即係變咗前面呢個人咁啊！你一睇，咦，有個人喎，樣一樣咁樣，即刻消失咗。跟住過多個零鐘頭之後，真正個主人出現啦，我都唔敢話俾你聽。如果唔係嚇死個屋主都算。嗱，呢個另外一個谷嚟喎，入去睇下。呢支粗壯好多啦，呢啲特登養嘅，呢個唔係野谷。呢啲好似杜鵑嚟啊！講到呢個杜鵑花咧，香港理工學院咧，近住世界殯儀館嗰度有一個行人隧道出口，去行過去世界殯儀館㗎嘛。香港理工，因為我當佢係叫後門啦，咁行過去。咁嗰度有一個 hall 叫做 Keswick Hall。咁 Keswick Hall 同埋呢個曲街嗰段路咧，即係行過曲街嗰度，兩旁啦種咗好多杜鵑。咁好多時係啲白杜鵑喎，佢種啲。通常紅杜鵑啊、粉紅啊易揾嘅啫，白杜鵑啊難揾。點解嗰時市政啊或者理工會揾啲白杜鵑嚟種咧？原來呢個係有歷史嘅因由啊！咁應該係未有殯儀館之前咧，殯儀館係一個豪華啲嘅出殯式嘅啦嘛。咁如果你喺即係香港新界啊鄉下啲地方咧，咁咁上下咧一個地方靜靜地近啲山墳咧，個地方就係一啲叫永別亭啊，即係一個亭咁樣，一個瓦頂10零尺，即係幾廿尺面積咁啦，可以企幾個人啊，10個8個人啊咁企喺度，咁可以燒下衣紙啊，攞把桃木劍出嚟養下，誦下經啊，或者佛教嗰啲啊，道教啊，整件道袍啊咁樣，整個鈴鈴啊，叮下咁嗰啲咧，不撚之所謂嗰啲呃神騙鬼咁家產。咁咪整個去永別亭嗰度誦下經啊，或者念下啲符訣啊、咒啊咁樣，跟住請嗰個仙人走啊咁樣，
於是乎咪要起個停喺度，停一停，唞一唞啊嘛。永別停個停就係停止嘅停啊，即係停喺度停喺條絲喺度搞嗰個儀式咁樣。咁應該紅磡理工後面嗰一段咧，即係我頭先講個位置咧，就係以前嘅永別亭咧，所以杜鵑咧世世代代繼續種落去。我諗而家離開咗理工40年啦，40幾年啦，你而家翻去理工咧，嗰笪地嗰啲杜鵑咧應該一樣喺度嘅，只不過係唔同有個坡啊，或者係咯，枯咗佢啲種子跌咗落地，都係再生咗出嚟啫，都係生人霸死地嘅啫，係咪？嗰啲咁嘅白杜鵑，仍然都係紀念住死咗嗰啲人咧。好恐怖啊！係咁先啦，拜拜，記得訂閱啊！